我们世界各地所有念佛的莲友们，我们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很高兴利用早上的时间，师父来跟各位报告善导大师。我一再的跟你们说明他本身的修行过程。他念佛的时候，嘴巴都有一道毫光出现，毫光的里面都有一尊佛示现。所以善导大师不是普通的大师，他是一个修持境界很高的大师。他讲了这句话：六方如来殊舍正啊，六方实际上是指我们十方，不管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东西南北方，还有上方下方，所有如来就是诸佛菩萨。殊舍正有他的嘴巴清楚讲出来，证明什么？六方如来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知道专称名号至西方，如果你专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一定可以到西方。他不限制你什么对象的，你到底是善的人、恶的人，你的条件是差的人还是很好的人，他不给你分别的。只要你专称名号，你一定可以到西方。到西方怎么样？解脱生死喽，跳脱六道轮回了。你到了那里一定成就了。你看，专称名号到西方，道比花开闻妙法。你到了西方以后，花就开了。我们人在娑婆世界，你念一句佛号，西方就有一朵莲花，那个莲花就飘上你的大名了。你越念，莲花就开得越漂亮，越绽放。如果你没有念，它越萎缩，越枯萎了。所以你看，你在人间念一句佛号，西方就有一朵莲花是属于你的。此界一人念佛名，西方便有一莲生啊！但要一生长不退，此花还到此间迎啊！这一朵花一定在你最后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一朵你念的莲花，它来接你的。你顺顺利利的坐在莲花，跟着佛陀走了。我们到了西方，道比花开闻妙法。你到那边，花已经开了，七宝莲池，你念的那一朵莲花就绽放。打开以后，马上看到佛陀，马上看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，所有的亲近大海众围绕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听他这种至高无上、最殊胜、最微妙的大法，生死大法，你可以听到。你听到这个法，你不会退转，一直到成佛的境界，太微妙了。而且你看，你到了西方，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变成你的至亲好友啊，是最好的亲戚、最好的朋友。实地验行自然彰，你到了那边啊，实地的果位修行过程，要广度众生，修行六度万恨、万善万行，一直拼命的累积功德，而且经过时间这么长，最后才能达到实地。但是我们凡夫众生，如果你专称名号，你到了西方实地果位修持过程的一切功德，你自然就彰显开来了。你到了那边，马上就能够实地果位啊，永远不会拓转，了生脱死，最后到成佛的境界。你看这章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，给我们很大的信心。全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希望好好的把握，好好的珍惜，一定要专心的念佛。你只要好好的念佛，顺从佛愿，阿弥陀佛绝对救度你。一旦到了极乐世界，永远不会再退转了。不要再生死轮回了，太逍遥，太自在了，生死斩断了，有凡夫进入圣人的境界了，太开心了。今天将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分享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